我好奇怪嘅，我係想拍咗呢部戲，想拍咗10年啦，咁啊中間咁多波折啦。喺我完成咗嗰日咧，其實一路都有睇緊啊，一路都每一日同阿陳可辛啊、同黃建新啊都度緊。咁喺我完成嗰日咧，我就覺得完成咗啦。咁我覺得一個烈士嘅感情可能唔夠多，咁我又想有友情、有愛情、有親情，又為咗自己，又為咗人哋。咁如果咁嘅話咧，我希望有一樣感情你會投射到或者投入到咧，咁你就會接受咗呢個所謂嘅革命。其實我係借革命去講感情嘅世界。回家！我不做亡國奴。走，走！我不做亡國奴。我由呢部戲我睇翻我以前咁多個電影咧，我真係唔係好識拍愛情，咁我想離